叫你身躯边两个护卫拍走去，等你嘛好出来啊。会安尼出来吼？嗯。唉。实在真假步，送叫你倒来救我，一切计划拢全部叫你拍歹。啊，你若撩我金金上，我是有啥物通好看？你遮水的姑娘，又是搁叫我性命温润，当然我爱加甲你看一下啊。姑娘，你叫做啥物名？你真是毋知我有做啥物名？我即马甲你见面是第2摆，自我离开京城，熟悉的朋友头一个是你呀。哦，当然，我毋知讲你姓啥物，名啥物啊。哦，看起来，伊真是毋是白衣童子，但是哪会生做这么共款呢？姑娘，是毋是你用个将你的姓名甲我讲？小女子白如月。哦，原来是白姑娘啊！从今以后，我要认你做我知心的好友。我坦白对你讲，我这摆出京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找一个真水的姑娘，要带倒转来去做小王妃。会用讲，我即摆已经找到我所爱的人了。你咧讲，我的好梦会变成空啊！梦本来就是空的啊。小王爷，请你自迄份情谊，搁再收回去。若会讲，你毋就无愿意咯？阮咱相见意远，小女子的心目中早就有一个意中人了。啊？意中人哪就毋对咯？
你有意中人是安怎要到酒楼去看我，也要赌着性命的危险去救我呢？我实在对你讲，因为我关心迄个人，生做甲你是一模一样，我家己认唔着去啊。啥？有人甲我共款害你去认唔着？阿达这就天下一大奇事咯！我生做遮缘投，还佫有人像我遮尔真水啊！无啊，安尼爱的人是啥物人？叫伊同主。啊？这个人是朝廷要掠的钦犯，若互掠着，立刻就要斩首呢！安尼是安怎去爱着这款人呢？小王爷，一个人真正的价值，你是袂了解。堂堂一个小王爷，真是比不上迄个死犯啊！但是我心甘情愿去爱死犯。也毋过，我深深地爱你啊！哎呦！我是本身嘞，你哪会用这大个针啊断落去嘞？哎呦，你的心肝仔遮残忍嘛，从来要甲我拍死就对。姑娘啊，你嘛甲我牵一下。看你哦，哼！什么人要看你这尔啊轻浮的小王爷？恁两个用得出来啊？小王爷不能调书如行。拄则，迄本的恶道，是毋是伊朱元新派来的？是，想袂到咱一切计划，拢互这位姑娘来拍歹。你莫去怪这个姑娘，你这样出来用个倒转去客栈等待。我即马有代志，立刻就要来去办我的代志。是。叶公主，叶公主，小王爷有出来无？哼！讲甲迄个小王爷足讨厌。安怎？我想讲，伊当当是一个小王爷的身份，遐尔啊轻浮，对人卡来手。哼！小王爷介意，你应该欢喜毋才对啊！我讲敢毋对？伊介意着你，你若嫁互伊做牵手咧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这有啥物毋好啊？什么啊？连你也认为讲我是一个贪婪富贵的人是？我煞得生气啊！我是伫甲你讲算笑，安怎着气甲安尼？无我爱嫌毋对，毋就好咯。你是安怎？你哪会甲遐共款啊？是伊甲我共款，毋是我甲伊共款呢。哦。照朱大人所讲，小王爷甲白衣同主，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人。这是本官判断错误，根本小王爷伊就无武功，若毋是讲白如我出现，早就已经落在我的手中了。伊是奉令要找邱无兰，邱无兰若是去找到这，代志就严重了。小王爷既然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就当作伊会当找到邱无兰，敢都有法度将邱无兰带回京城。也毋过，伊的身高比有两位义情护卫，除了你的囝，有办法将伊收治掉呢？你的意思是要叫我的囝准生害死小王爷？我再袂讲，阿爹，四害你不老，我无要搁听任何人的诉唤。子清，
阿爹袂搁再强迫你。那呢你就免搁再讲啊！我问你，你敢有真心内底爱着伊契丹公主邱无兰？你明白？邱无兰来长安是要甲小王爷相亲。如果你若真心内底爱着伊邱无兰，若无将小王爷杀死，永远你是得意袂着。应该就安怎做？你家己明白。我老实甲你讲，我爱的是白衣公主，这甲小王爷无关。也毋过，若互伊找着你，必然也是真假麻烦。可是你若是杀死小王爷，我不但袂爱你，会更加讨厌你。我绝对要得到你，为着要来找你的人，我拢非杀不可。敢讲你人生天下第一件的目的，就是要任所欲为，你不问天理，道德良心性。因为我爱你太深。假使你若是真是爱我，你应该听我的话，唔通搁再杀人啊！我已经有咒詛过，我绝对要杀死白衣公主。你所关心的也是白衣公主，也搁有小王爷。因若无死，拢会加添真侪麻烦。你真是要杀死小王爷是？我还搁伫咧考虑。可是你若真是安尼做，你一定会遭受报应。我知影，天已经伫咧责罚我。我找21年，思念21年的人，念念着死到我的剑下。我希望甲因相认，但是我无勇气甲因相认。我心中是偌尼痛苦，连我阿爹都唔知影。你根本就毋是九王爷的亲生囝，也毋是什么皇族的血统，你根本都无资格通啊做小王爷。
你是毋是搁咧想杨辉迄一日来对明儿所讲遐个话是？王爷，因为甲明儿讲，伊毋是咱亲生骨肉。虽然明儿伊无讲啥物，但是我知影明儿的心内，伊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找伊的亲生爸母。只要咱将这个小富相小心甲伊藏起来，伊的身世永远都是一个谜。有啊，来，小富相给我来将这个小富相来甲伊毁掉，毁灭伊的证物。我相信明儿永远都袂离开咱。王爷，咱袂安尼做。我比你更疼爱明儿。细汉时阵，伊笑，我就笑；伊若哭，我就缀下哭。我亲手抚养伊21年，我敢会离开伊是？但是伫咧道德上，咱袂用安尼做。好，那安尼，你将这个小富相小心甲伊收存，也阁绝对袂用你说出有关明儿一切事情。袂去搁再杀人，为着小王，小王爷非杀不可。足意也是被小王爷逼死，我必须爱为足个王报仇。但是无听手无兰的苦劝，伊会更加怨恨我，伊会更加讨厌我。我是要安怎样才好？我是要安怎样才好？甲你动手，杨哥，我要治你的命！我已经知影你爸囝是治干心心腹的走狗，你若袂死，我就无法度通拆穿治干的真面目，洗刷父亲冤情，因为亡父在天之灵。叶小红并毋是亲生你的老爸啊，养父同款也是父亲。家里的伤大概好了。唔免你伫咧加自卑。我知影你是袂原谅我。当然。如果啦，安尼遮奇怪哈，这人哪无无一束电啊呢？哈，伊甲以前拢无共款。对哦，这人较早吼是无歹死的呢。安尼这个无无一变哪尼好？咱莫讲伊个代志，我想要搁再试探小王爷。免搁再试啊啦！你毋是甲我讲过，因两个人根本都无共人啊，还有想好试咧。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，
我大人代志。啊，无你到底是有啥物疑问啊？白衣同志若是有伫的，小王爷就无看；小王爷若有伫的，白衣同志伊就失去重用。哦，对，你讲这句有影哦，我想。哎呀啦！你想的啥物啦？较紧的啦！哎呦，迄个一目的哦，快歹死啊啦！我要去抬小王爷了。啊！为准想要杀小王爷？对啊，即马伫客栈伫咧拼命呢。我无要甲你动手，这个代志你着莫管。小王爷，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伊？别死我的未婚妻祝意红，也搁要甲我争夺秋无兰，我非杀你不可！刚才白姑娘已经来救我，我甲伊穿乌衫无冤无仇，啥要害我咧？拄才咧穿白衫是啥人啊？